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念牧师。7月18日，无限赛局的后果管理不再错。撒母耳记上2章19到36节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金句这样说道：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记载在启示录3章19节。在美国长久以来，律师跟保险公司总是告诫医生，当误诊惹麻烦上身的时候最佳的对策就是否认跟反击。然而在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一个反其道而行的案例，也就是美国伊利诺大学医学中心的外科肿瘤主任达斯盖普塔误将病患的肋骨切除。当 X 光片证明这位癌症的名医确实犯错的时候，这位医生做了一件令医院法务人员惊恐万分的事。他向病患当面坦诚错误，并且表达深切的歉意。因为达斯盖普塔医师真心认错，受害病患决定不对他提出告诉，并在协商后接受院方提出的合理赔偿。没有人不会犯错，但是我们要做的恐怕是要先知错，然后愿意认错，把这个错误也改过来，承担那个后果，也就是所谓的后果管理。要让所有因着你错误影响的人感受到你真诚的因应错误。何以这样做呢？这样做不是会让有限的人生输掉吗？有限的人生留下一个污点吗？有些有限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个重大的错误的记录，何以要这样做呢？是这就是因为在有限人生当中，我们的眼光恐怕要放在那无限赛局里。在无限的赛局里，我们是要面对这位无限的上帝来负责。讲白一点，当我们跟这位有无限的爱、无限能力的主，这一位上帝在跟我们面对面那一刻，他是要跟我们算账，这是所谓的审判。我们即便在审判当中我们是有错误，但我们的主要看我们有没有后果管理有没有让这位主知道，以及在这世上被你影响的人知道你是真诚的要扛起这个后果。因为我们知道人生并不只在此时此世而已，我们还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的责任，我们要面对这一位永恒的主。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其实是讲到撒母耳的母亲，他每一年会为他做小袍，而撒母耳的父亲取一些年纪的时候会带给他。而祭司以利每次都会祝福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对他说：愿上主借着你的妻子再赐给你儿女，好代替你献给他的这个儿子。然后他们就回去。我们看到祭司以利亚真的是一个祝福人的人，而上主也是透过哈娜这一家人，他们敬畏神，使他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小撒母耳在上主面前来服侍神，渐渐来长大。我们经文继续来看，其实呢孩子会长大，人会老以利这个祭司已经老了的，而他的儿子也长大到不断的行各种的恶劣的行为以利呢就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种事大家都把你们所做的坏事告诉我
我儿啊，不可再这样下去，上主子民当中流传着你们的臭名啊。如果有人得罪别人，上帝还可以为他辩护，但人得罪上主，谁能为他辩护呢？但他的儿子就是不听父亲的话。很可惜，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儿子们不知道自己错，也不知道认错，更不知道要改错，也不知道承担那个后果。而那个后果恐怕不只是他的儿子，甚至到好几代。所以僧人就来见以利，向他传达上主的信息，说：你的祖先亚伦一家做埃及王奴隶的时候，我向他起誓过，我要在他家族里面选为我的祭司啊，他们在我的面前要来服侍我。但为什么你们竟贪婪由我子民献上的牲祭和祭物呢？你为什么看重你的儿子，过于看重我呢？容许他们把我子民所献牲祭中最好的部分拿去养肥自己呢？哎呀，真是可惜呀！真的是可惜。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位父亲真的是莫可奈何可以说是他怕他的小孩，倒不怕神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讲，所以神告诉他那个结果。可以说其实这个以利祭司也得罪了神啊。32节说，你一定会懊悔啊，嫉妒我给其他以色列人的福气，你家再也没有人会活到年老，但是我会给你保留一个后代，使他做祭司侍奉我，但他会失明绝望，你所有其他的后代都会死于非命。哇，当我们如果听到我们的后代会是这样，我们的心很痛啊。所以好不好，我们的人生其实有许多我们攸关我们要掌握的。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说，那他都长大了，我能怎么样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他们还没长大，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还能够来管教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管教。正如启示录3章19节说，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对我所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所爱的人真的没有以无限赛局的眼光来做自己有限人生中的决定时，那些错误，我们有机会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要发挥那个影响力。如果真的不是我们能够管教的，我们要为他祷告，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主说，我们既是他的儿女们，我们既是在教会中，我们既是与主在同一个肢体，我们互相为肢体，主是我们的头，我们就应该互相提醒帮助，成为那守望者，使我们真的是在人生许多重要决定的时候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要为他祷告，因着神的义名，我们要为他祷告，主的慈神爱所，以及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要来做，避免真的是得罪神，那永远的后果实在是让人心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我们知错认错，承担错误，不再犯错。我自己在哪个阶段卡住了呢？我们可以先怎么做起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不可能不犯错的时代中，至少我们知道后果管理，怎么样子对人对主来负责任，而且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既爱我们，你必管教我们。
你也会责备我们。我们恳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在这世代中不被世界的声音掩盖，使我们醒悟过来，真知道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就来认错，也承担错误的后果。我们决定下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主，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容易，但主，你与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胜过这世界，让我们尊主为大。谢谢你应允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做的决定都要是对的。我们明天见。